有冇發覺最近去街市買餸又貴咗？去茶餐廳食個常餐都成50幾60蚊呢？通脹猛如虎，對於一班退咗休、無固定收入嘅老友記，又或者係基層家庭嚟講，生活壓力真係唔細。不過今日有好消息要同大家宣布，財委會已經正式通過咗，將一系列嘅社會保障金額調升2.2%，而且仲要係追溯至2026年2月1日起生效。冇錯，即係話之前未加嘅差額，政府會一次過補返俾大家。再加上2026年財政預算案啱啱出爐，大家最關心嘅派糖措施，出半糧定雙糧，全部都有定案。今日我就同大家逐一拆解呢個2026年福利懶人包，由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講到傷殘津貼，連埋申請要求、資產上限，點樣合法利用年金避開審查，子女俾家用有咩要注意，甚至係醫療費用豁免，全部一次過講到明，保證大家聽完清清楚楚，唔會錯過任何一個政府資助。大家記住準備好紙筆，或者直接將條片分享俾身邊嘅老友記同埋屋企人，等大家都清楚自己嘅權益，攞盡應得嘅福利。首先，我哋講下呢個2.2%嘅加幅究竟係點樣一回事。政府每年都會根據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嘅變動，去檢討各項津貼嘅金額。今年財委會就大筆一揮，通過咗將綜援、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即係大家俗稱嘅生果金，仲有傷殘津貼嘅標準項目金額，一律調高2.2%。最重要嘅係呢個加幅係有追溯期嘅，一路追溯到2026年2月1日。即係點？即係話，如果你喺2026年2月、3月已經攞緊津貼，當時政府可能仲係派緊舊錢俾你，但係當新金額落實之後，政府會自動計返2月同3月嗰2.2%嘅差額，一次過打入你嘅銀行戶口度。所以大家最近去打保，如果見到戶口多咗一筆不明來歷嘅細數目，唔使驚，呢個絕對唔係騙案，亦都唔係銀行過錯數，而係政府補發返俾你嘅家人工錢。呢個安排真係好貼心，確保大家一分一毫都唔會少。講開錢，梗係要講埋2026年財政預算案入面，大家最引頸以待嘅派糖措施啦。每年到咗公布財政預算案嘅時候，街坊街里見面第一句一定係問：今年有冇雙糧出啊？老老實實，喺目前嘅經濟環境下，政府庫房都面臨唔少壓力，所以今年財政預算案嘅結果係出半糧，即係話如果你係合資格領取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或者傷殘津貼嘅朋友，政府會額外發放相當於半個月嘅津貼金額俾你。雖然唔係雙糧，但係有半糧出，總好過無啦，對不對？呢筆額外嘅半個月津貼，通常會喺立法會通過咗撥款之後嘅1個月左右就會自動過戶，大家唔需要填任何表格，亦都唔需要去社會福利處排隊，只需要乖乖地等錢入袋就得。對於基層家庭同老友記嚟講，呢半個月嘅津貼可能已經夠買多幾包米，或者可以去飲多幾次茶，都算係生活上嘅一點小幫補。好啦，福利加咗碼，又出半糧，咁究竟各項津貼嘅申請門檻係點樣呢？我哋首先重點講下最多老友記關心嘅長者生活津貼，即係平時大家口中講嘅長生津。長生津嘅設立，原意係想為本港有經濟需要嘅長者提供每個月嘅生活補助。要申請長生津，年齡要求係必須年滿65歲，留意返係65歲，唔好同生果金搞混。以前長生津分開普通同高額兩級，搞到好多老友記一頭霧水，又怕資產超標跌落普通級。但係依家已經好簡單，政府早幾年已經將兩層津貼合併咗，統稱為長者生活津貼，劃一派發較高嘅金額，受惠嘅老友記自然多咗。不過長生津係一項扶貧措施，所以係有入息同資產審查嘅。好多老友記一聽到審查兩個字就頭痛，覺得好複雜，甚至驚申請錯咗會惹上官非。
其實唔使驚，只要搞清楚咩叫入息，咩叫資產，就一清二楚。先講資產上限，單身人士同埋夫婦嘅資產上限係唔同嘅，而且每年都會跟住通脹調整。喺2026年，呢個資產上限依然係大家需要密切留意嘅數字。資產包括啲咩呢？銀行存款、現金、股票、基金、債券、保險嘅現金價值，仲有你喺香港、內地甚至海外擁有嘅非自住物業，全部都要計入資產。留意個重點，非自住物業，如果你自己住緊嗰層樓，無論係公屋、居屋定係私樓，只要係你主要自住嘅居所，其價值係完全唔會計算喺資產上限入面嘅。即係話，就算你住緊半山豪宅，只要你冇其他資產超標，你一樣有資格申請長生津。但係，如果你除咗自住嗰層樓，仲有一層樓收緊租，或者喺鄉下有塊地，咁嗰啲物業嘅價值就要估值再計入資產度啦。講完資產，我哋講入息。入息包括你每個月嘅工作收入，如果有做兼職嘅人工，收租賺到嘅淨收益、長俸，仲有仔女俾嘅家用。講到仔女俾家用，呢個係一個極度惹火嘅話題。好多老友記會問，我個仔每個月俾3000蚊我飲茶，咁算唔算入息啊？會唔會搞到我申請唔到長生津？根據社署嘅規定，家人親友自願性嘅定期供養係需要申報作為入息嘅。但係如果仔女只係間中過年過節封封利是，或者間中請你食餐飯、買件衫，呢啲就唔算固定入息。如果仔女真係每個月定時定候過數俾你，你就要將呢筆錢連埋你其他嘅收入加埋一齊，睇下有冇超過單身人士或者夫婦嘅每月入息上限。如果有老友記因為仔女俾嘅家用而導致入息超標，咁就要同屋企人商量下，睇下點樣安排會比較合適啦。咁如果我辛辛苦苦做大半世人，儲落一筆過100萬嘅退休金，資產超過咗長生津嘅上限，但係每個月又無固定收入，好擔心坐食山崩，咁點算好呢？呢個時候，政府大力推廣嘅香港年金計劃就係一個非常合法而且實用嘅理財工具，可以用嚟幫大家重新規劃資產，從而符合申請長生津嘅資格。呢個係非常重要嘅財技，大家一定要留心聽。年金嘅概念，簡單嚟講就係你一筆過俾一筆錢年金公司，然後年金公司就會每個月派翻一筆固定嘅錢俾你，直至百年歸老。政府為咗鼓勵長者將資產轉化為穩定嘅現金流，喺長生津嘅審查機制入面，訂立咗一個好特別嘅豁免規則，你投放喺香港年金計劃嘅保費總額係完全唔會計算入長生津嘅資產限額入面嘅。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明，假設陳伯今年65歲，單身，銀行戶口有150萬現金，冇其他物業同收入。由於佢嘅資產超過咗單身人士嘅資產上限，佢本來係絕對無資格申請長生津嘅。但係如果陳伯拎出120萬去買香港年金，佢銀行戶口剩翻30萬現金，喺社署嘅審查眼中，陳伯嘅資產就只係得翻嗰30萬，即刻跌入咗合資格嘅資產範圍內。但係大家千祈唔好開心得太早，魔鬼在細節裏面。雖然嗰120萬本金唔計資產，但係陳伯買咗年金之後，每個月收到嘅年金回報，例如每個月收翻7000蚊，呢7000蚊就會被全數當作每月入息計算。所以陳伯必須確保佢每個月嘅年金收入，加上其他任何收入，例如生果金以外嘅兼職人工，加埋一齊都唔可以超過長生津嘅單身人士入息上限。如果超過咗，就算資產過關，入息審查一樣會肥佬。所以買年金被資產審查呢一招係非常之有用，但係一定要計得好準，唔可以盲目將所有錢掉晒落去。買之前最好揾理財顧問或者社工幫手計下條數，確保年金派發嘅金額啱啱好低過入息上限，咁就可以每個月有年金收之餘，又可以成功攞到長生津，雙管齊下，退休生活就最有保障。
仲有一點要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好多私人保險公司推出嘅年金計劃，佢哋嘅條款同政府嘅香港年金可能唔同。社署對於私人年金嘅計算方法可能會根據保單嘅現金價值去評估，未必能夠好似香港年金咁100%豁免保費計算資產。所以如果想用呢個方法，最穩陣梗係選擇政府力推嘅香港公共年金計劃。講咗咁耐長生津，可能有些老友記會話，我資產真係好多，又有幾層樓收租，入息同資產一定超標，咁政府咪咩都唔理我咯？又唔係咁講，當你夠70歲嘅時候，香港政府就會送一份無條件嘅大禮俾你，嗰個就係高齡津貼，即係大家由細聽到大嘅生果金。生果金最正嘅地方，就係完全冇任何入息同資產審查。冇錯，就算你身家過億，只要去申請，一樣可以每個月攞到生果金。生果金嘅唯一要求，就係你必須年滿70歲，並且符合基本嘅居港年期規定。一般嚟講，只要你成為香港居民最少7年，而且喺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就可以申請。生果金嘅設立，係政府為咗答謝一眾長者過去幾十年對香港社會所作出嘅貢獻，所以金額雖然無長生津咁多，但就勝在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今次財委會通過調升2.2%，生果金一樣有份加，而且同樣追溯到2026年2月1日，加埋財政預算案嘅半糧，只要你夠70歲，就算你咩都唔缺，都記住要去申請。當係每個月政府請你飲幾次早茶都好。不過大家要留意，長生津同生果金，你只可以二揀其一，唔可以兩樣一齊攞。如果你已經攞緊長生津，就算你過咗70歲，你都唔需要轉去攞生果金，因為長生津嘅金額係遠遠高過生果金嘅。如果你本身因為資產超標攞唔到長生津，咁當你一到70歲生日嗰日，就記住第一時間去社署入紙申請生果金啦。除咗長者福利，政府對殘疾人士亦都有一定嘅支援，呢個就係傷殘津貼。傷殘津貼同生果金一樣，都係無入息同資產審查嘅，主要係視乎申請人嘅身體狀況。傷殘津貼分開普通傷殘津貼同高額傷殘津貼兩種。要申請普通傷殘津貼，申請人必須經由公立醫院或者醫管局轄下嘅註冊醫生證明其殘疾程度嚴重，而且呢個情況將會持續最少6個月。至於高額傷殘津貼，條件就更加嚴格，除咗要符合普通傷殘津貼嘅要求之外，申請人仲必須要被證明係需要其他人不斷照顧其日常生活，而且佢並沒有喺受政府資助嘅院舍入面接受照顧。今次嘅2.2%加幅，以及財政預算案嘅半糧，傷殘津貼嘅受惠者同樣囊括在內，追溯期亦都係2026年2月1日。呢筆錢對於需要長期面對高昂醫療費用同照顧開支嘅殘疾人士家庭嚟講，絕對係一個重要嘅及時雨。講到社會保障嘅最後一道防線，一定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即係綜援。好多人對綜援有負面標籤，覺得係好食懶飛先去攞，其實絕對唔係咁。綜援係一個安全網，專門用嚟幫助因為年老、疾病、殘疾、單親、失業或者其他原因而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嘅家庭。綜援嘅金額係最高嘅，因為佢除咗標準金額之外，仲會包埋租金津貼、水費電費津貼，甚至學生嘅書簿津貼等等，真真正正照顧到生活嘅各個層面。當然，綜援嘅審查亦都係最嚴格嘅。申請綜援通常係以家庭為單位，即係話同住嘅屋企人，佢哋嘅入息同資產都會被一併計算。呢個制度一直以嚟引申出一個好大嘅社會問題，就係俗稱嘅衰仔紙。以前如果有老友記想獨立申請綜援，但係又同仔女同住或者無同住但有聯絡，社署就會要求仔女簽署一份聲明，證明自己無法或者拒絕供養父母。呢份就係被社會大眾批評到體無完膚嘅衰仔紙。好彩，政府近年已經從善如流，取消咗呢個備受批評嘅規定。
依家如果長者想獨立申請綜援，只需要由長者自己提交一份聲明，申報自己並無獲得家人嘅經濟援助就可以，手續簡化咗好多，亦都顧及咗長者嘅尊嚴。今次綜援嘅標準金額同樣會調升2.2%，並追溯至2026年2月1日，而且財政預算案都會出半糧，確保基層市民喺通脹之下嘅購買力唔會被大幅削弱。講到呢度，有一個隱藏版嘅超級福利，一定要同大家隆重介紹，就係醫療費用豁免。隨住年紀越大，身體總會有啲毛病，去公立醫院睇醫生、覆診、攞藥，分分鐘每個月都要使唔少錢。如果你係綜援受助人，你係會自動獲得全面嘅公營醫療費用豁免，去急症室、普通科門診、專科門診、住院，甚至配藥，全部都唔使錢，或者只需繳付極少嘅象徵式費用。至於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只要你年滿75歲或者以上，你同樣可以免費享用公立醫院同診所嘅標準醫療服務。呢個福利真係非常之強大。大家想象下，一張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單都要百幾蚊，專科覆診又要錢，攞隻貴少少嘅自費藥分分鐘成千上萬。有咗呢個醫療費用豁免，老友記就唔需要因為驚冇錢睇醫生而諱疾忌醫，真係連條命都保得住。就算你未夠75歲，或者你唔係攞緊長生津綜援，如果你真係有經濟困難應付唔到大額嘅醫療費用，你依然可以透過醫院嘅醫務社工申請一次性或者有期限嘅醫療費用減免。其實申請呢啲津貼嘅手續已經比以前簡化咗好多，社署嘅電腦系統同各個政府部門係有聯繫嘅，所以大家喺申報資產同入息嘅時候，一定要如實申報，千祈唔好心存僥倖去隱瞞資產，例如偷偷地將層樓轉名俾個孫，或者將大筆現金轉移去仔女戶口。一旦被發現虛報，除咗要連本帶利嘔翻啲津貼出嚟之外，仲有可能惹上官非。仲有啊，有啲老友記退咗休之後，可能想返內地養老，例如去大灣區。政府為咗配合長者大灣區養老嘅趨勢，已經推出咗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只要你符合資格，就算你長期喺廣東或者福建居住，你一樣可以每個月攞到長生津或者生果金，直接過戶去你指定嘅銀行戶口，等你喺內地可以安享晚年。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2026年財政預算案同埋最新社會保障調整嘅實用資訊，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理清思路，攞盡自己應得嘅權益。作為仔女嘅，更加應該主動關心下家中長者嘅經濟狀況，主動幫佢哋了解呢啲政策。你幫父母申請到每個月幾千蚊嘅津貼，變相亦都減輕咗你自己嘅供養壓力。呢個絕對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唔知大家聽完之後，對邊一項津貼最感興趣呢？想唔想我下次專門做一集，教大家點樣幫老友記申請政府嘅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等佢哋可以喺屋企安享晚年，有人上門送飯同做物理治療呢？有興趣就即刻留言話我聽啦！